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香港馬頻道。今日咧出條片慶祝我哋香港馬王嘉應高升遠征澳洲，勝出世界上最高獎金嘅草地賽事珠峰錦標。賽事總獎金係2000萬澳元，第一名咧就會分到700萬澳元，相當於3600萬港紙左右。咁如果同香港浪琴短途錦標嘅頭馬獎金1568萬港幣相比咧，就差唔多係2.29倍。不過我就查唔到，假如香港馬主將呢啲獎金跟住轉出澳洲嘅話，會唔會要交一啲譬如 withholding tax？ 我 AI 助手係答唔到我嘅。假如有朋友知道呢，就歡迎留言嗰度同我哋分享啊！大家都知香港馬會規例呢，就係頭馬馬主會分7成嘅獎金，騎師就1成，練馬師9.2%，剩翻就係個馬房10.8%。咁當呢個馬主同埋馬房呢要轉嗰啲錢出澳洲，要俾10% withholding tax 個稅嘅話，馬主依然可以收到相當於港幣2258萬嘅獎金，而香港馬房呢就可以收到相當於港幣348萬嘅獎金嘅。咁潘頓希斯當佢澳洲人唔轉啲錢出去，咁就唔使交10% 嘅話，潘頓呢就可以收到相當於港幣358萬嘅，而希斯就會收到相當於港幣330萬。而嘉應高升會收到咩呢？當然就係好多好多嘅愛同埋我哋嘅祝福啦！希望馬王繼續係健康快樂。咁嘉應高升今次遠征呢，雖然唔似喺香港咁樣可以贏幾個馬位咁遠，同埋呢今次都需要潘頓打3邊，但係都叫做收韁輕鬆贏嘅。咁喺賽後嘅時候呢，潘頓有透露呢，其實嘉應高升就未到100%嘅狀態嘅，但係都已經夠贏㗎啦。咁其實喺賽前咧，香港馬會採訪呢個嘉應高升策騎員阿 Roy 嘅時候，都已經講咗係嘉應高升其實得8到9成嘅啫。潘頓咧喺賽後有個採訪得幾有意思嘅，個女主持咧就問潘頓咧，騎過咁多叻馬啦，覺得嘉應高升有咩係佢做到，但係其他馬又做唔到嘅咧？潘頓就答佢係話嘉應高升好有腦嘅。潘頓解釋咧，就係話嘉應高升喺賽前嗰個試習咧，其實係自己少少搞禍自己嘅，因為佢有少少煩躁敏症啦，再夾埋少少緊張，又令到個試習都試得唔好啦。但係到咗比賽嘅正日咧，佢好似明白自己應該點做，咩係佢自己嘅工作啦。咁佢識得調整自己去進入比賽狀態。另外潘頓咧有提及喺現場嘅時候咧，人聲鼎沸，個聲浪係大過佢自己所預期嘅，而且係從佢哋出跑道一路去到觀眾席個末端咧，全部都咁大聲。好在咧嘉應高升咧就冇受影響喎，即係 handle 處理得好好，所以令到佢非常之印象深刻。咁佢都話佢非常之中意嘉應高升啦，同埋好中意騎佢。其實好多馬都分得清試習同埋正式比賽，而且都知道正式比賽係咩回事嘅，但係就未必可以做到好似嘉應高升咁樣去到個全新嘅環境啦，淨係試一次習之後就已經可以放鬆到自己嘅，即係調節到自己進入一個作戰嘅狀態。咁呢個都同佢嘅 temperament， 即係馬嘅脾性有關啦。始終咧有咁高成就嘅馬咧，佢嘅馬嘅脾性一定唔會差，同埋個智慧都會有。其實嘉應高升嘅策騎員阿 Roy 都有讚過匹馬聰明嘅，就係嗰匹馬佢有時候換唔換腳咧，佢未必聽鞍上人指揮，佢係會自己因應自己嘅狀況去運用去換腳，就唔係匹馬唔識換或者係唔習慣換。咁大家又有冇留意到嘉應高升喺珠峰錦標嘅時候嘅換腳呢？我整翻咗一段慢鏡頭俾大家睇嘅。我之前有錄過啲片解釋咩叫換腳，我會將條 link 擺喺後邊啦，大家可以睇翻嘅。咁依家就去片，留意呢，其實係嗰個鏡頭呢掃過一個柱之後嗰刻呢，咁佢就有換腳噶啦。麗星啦，入邊位置動心星彩女兒啊，好啦，入到嚟最後直路階段啦，前邊暫時突圍而出咗登天橋嚟嘅，嘉應高升可是要俾落去，出邊位置係尖尾新星大愛當仲係百麗星啊，最出邊仲有隻最佳一刻，最後100米，嘉應高升暫時透出嚟，入邊登天橋，再出邊就係祖麗星，接近終點100米，嘉應高升贏出珠峰錦標，跑第2名。好啦，今集就同大家吹水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